针对票贩法官加卖黄牛票这个问题，伫文创法5月份修法了后，高雄市已经罚6个人罚30万啊。严过台北市有收到511件，却无罚到半件，即嘛是引起讨论。台北市文化局表示，内底有4个案有可能会罚，若其他的案要经调查才知影。 演唱会现场歌迷排队排真长，因为进前南韩女团 BLACKPINK 来台湾演唱，不少黄牛炒这个价钱卖票。疫情解除禁令了后，艺文活动恢复，黄牛票分队搁再出现。文创法5月修法过了后，高雄市已经对6个人卖黄牛票行为来罚30万块。 高雄市政府也成立了一个跨局处的调查小组，那进行黄牛的相关调查。目前已经查获44个黄牛的案件，那也开罚了6件，另外的38件也陆续进行开罚中。由于演唱会最后集中在台北高雄，不过甲高雄市比较，台北市6月到即阵已经收到文化部检举黄牛专区的分案511案，其实拢无开发。文化局长蔡世平伫7议会备询时讲，已经有4案可能成刑开发，其他案件会继续来追踪。 裁罚基本上是一个宣示啊，就是要捍卫消费者的权益啊。511个案子，有80个案子，我们是在具体的往这个走，4个现在大概是会成型了。所以说，文创法对黄牛行为、对艺文表演票加计转卖，也是不同方式摕到这票券，应按照这张数，以票面金额也是定价，相当罚58罚款，也是处相当3年的徒刑。 高雄市的这个跨局比较快速的用跨局处事的这个做法，好那个联系这个经验，然后我想说可能也让其他的地方政府能够参考。蔡世平特别讲，违规经济的认定困难度真悬，对着高雄市跨局处调查这块也参考，解决认定困难的问题，保障消费者权益。记者综合报道。